邦交国瓜地马拉的咖啡豆啊进口到台中，瓜地马拉的大使甲中美洲经贸办事处共同迎接货柜。众人做伙精彩迎接为瓜地马拉海运来台湾的咖啡豆啊，总共有35吨。瓜地马拉大使甲中美洲经贸办事处的主任伫现场开箱检验豆啊。香度、纯度，还有它的不同多方面，有它8大产区的风味，来赢取瓜地马拉的这个台湾朋友的味蕾。那台湾的咖啡消费量也是全世界前20名的消费量，然后这个每年还以5%左右的方式来成长。瓜地马拉是咖啡的生产国之一，嘛是台湾的邦交国。之前蔡总统出国访问，随团人有落真侪订单，其中台中起价包装企业甲咖啡豆的业者3方合作，进口几百吨，希望讲透过3方的专业合作，伫竞争的咖啡豆的市场，搁创造新局面。Hello， 我是叶明，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，开启小铃铛。